定居之路，你嘅意見決定未來嘅政策。英國國會內政事務委員會 Home Affairs Committee 最近展開一項叫做 Routes to Settlement 嘅公開調查，邀請公眾就移民定居制度提交意見。呢個唔係一般嘅諮詢，而係一場政策嘅前哨戰，關乎數十萬人嘅去留、數以億計嘅稅收，甚至英國能唔能繼續吸引人才。提交意見嘅截止日期係12月2日，每一份回應都會成為議會討論嘅依據。而家嘅制度下，合法居英5年就可以申請無限期居留 （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）。政府正考慮將年期延長到10年，仲引入貢獻導向原則，要求申請人以工作、志願服務、語言能力等方式證明對社會嘅貢獻。表面上睇似乎合理，但如果稍為諗下，問題就接踵而至。首先，延長年期會削弱英國嘅吸引力。對於有專業技能嘅申請人嚟講，佢哋通常有好多選擇。加拿大同澳洲3至5年就可以定居，英國如果變成10年，等於自動放棄最優秀嘅一批，最有能力、最具流動性嘅專才，會選擇規則更清晰、前景更確定嘅地方。留喺英國嘅反而可能係無法喺其他地方立足嘅人。當制度只能吸引來得起去不起嘅移民，長遠會削弱整體生產力同稅基。英國需要嘅係貢獻者，而唔係被動嘅居留者。其次，政策變動會造成不安。好多喺英國嘅人早已依照現行規則規劃生活同財務。如果制度臨時改變，佢哋會被逼多交幾年嘅簽證費同健康附加費 （IHS）。學生家庭仲要繼續支付海外生學費。呢唔單止係金錢問題，更加係信任問題。政府如果可以隨意改規，公民同移民都難以再相信制度嘅穩定性。再者，以志願服務或者社區參與作為貢獻標準，會令制度陷入繁瑣嘅官僚化。邊個負責審核？點樣量化？呢啲工作都需要公務員處理，開支好大，程序又冗長。志願服務嘅價值在於自發同誠意，如果變成得分遊戲，只會扭曲本意。如果以財政貢獻作為衡量，又難以兼顧公平同簡便。貢獻唔止於所得稅同國保 NI， 仲包括日常消費嘅增值稅 VAT， 理論上應該納入計算，但回溯10年收據根本唔可能，要求個人保存10年賬單更加荒謬。制度如果既唔準確又唔公平，最終會失去公信。英國嘅吸引力來自佢嘅法治、穩定同可預測性。如果定居變成漂浮不定嘅目標，英國會失去佢最寶貴嘅資產——信任。呢場調查係政策成形前唯一嘅窗口，每個人都有權提交自己嘅經驗同看法，讓議會聽到真實嘅聲音。如果你覺得文字難以表達，可以先寫低重點，再請 AI 幫手潤色。重點係唔好讓其他人代你發聲。當政策決定咗邊個可以留下，如果你沉默，就等於讓其他人替你定義未來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